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箴言第3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，而守誡命，仰賴主人得尊榮，善關注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箴言第3章，我而不要忘記我的法則，或作指教，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，因為他必將長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數與平安加給你，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，要繫在你頸項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這樣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，有聰明。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認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華，遠離惡事。這便醫治你的肚臍，滋養你的百骨。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，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。你的酒有新酒盈溢。我言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或作懲治，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，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，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。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，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，其利益強如精金，比珍珠或作紅寶石寶貴。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。他右手有長壽，左手有富貴。他的道是安樂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與持守他的作生命樹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耶和華以智慧立地，以聰明定天，以知識使深淵裂開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我兒要謹守真智慧和謀略，不可使他離開你的眼目，這樣他必作你的生命頸項的美色。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腳。你躺下必不懼怕，你躺臥睡得香甜。忽然來的驚恐不要害怕，惡人遭毀滅也不要恐懼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辭，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。你那裏若有現成的，不可對鄰舍說去吧，明天再來我必給你。你的鄰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設計害他。人未曾加害與你，不可無故與他相爭。不可嫉妒強暴的人，也不可選擇他所行的路，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，正直人為他所親密。耶和華咒詛惡人的家庭，賜福與義人的居所。他譏誚那好譏誚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榮，愚昧人高也成為羞辱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3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，而守誡命，仰賴主人得尊榮，善關注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，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，而守誡命，仰賴主人得尊榮，善關注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，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
第一章勿從惡人之引誘，智慧聰明為主誘。第二章智慧明哲，神所賜義人手到不造次。第三章宜守誡命，仰賴主人得尊榮，善關注。想一想，為何人要守誡命和仰賴主呢？